穌基督得勝嘅名。我哋今日叫講希西家，我哋之前講咗好多次希西家，拖嘅時間有啲長，稍微去回顧一下之前成個背景。我哋第一次講希西家嘅時候講佢係一個與別不同嘅王，佢係一個好嘅王，好到不得了，好到空前絕後。佢唔去效法嗰啲惡嘅王之餘，佢去立志做一個效法大衛嘅人，佢係似大衛嘅人，所以佢拆毀咗之前咁多個即使係好嘅王都冇辦法嚟嘅優勢。呢個係第一次講希西家。只係第二次講希西家講到佢人到中年嘅時候，佢發生咗人生好大一次危機，就係當佢唔肯去效法佢嘅父親，去侍奉亞述嘅時候，其實我係覺得佢最有料到嘅咁樣一日，佢做好準備，佢去禱告，佢去迎戰，咁但係卻係喺軍事上邊喺亞述嘅軍隊面前不堪一擊。講到原來一個基督徒，一個敬畏神嘅人，佢人生當中有時都少不免面對好多嘅挑戰同埋艱難，就算我哋嘅信仰生活都唔係一帆風順。呢個係第二個。第三講到佢真係搞唔掂啦，佢喺亞述嘅軍隊面前，佢始終需要去妥協，始終需要低頭，於是佢認錯，佢去諗住通過賠錢嘅方式去求得一場和平。佢俾咗錢，去將聖殿嘅金子刮落嚟送俾亞述王。咁但亞述王講口齒，佢依然揮軍嚟到耶路撒冷。佢派咗3個使者喺耶路撒冷城外去辱罵希西家，辱罵以色列人，去問佢哋：你所依靠嘅有什麼可以障礙？呢個係第三個。第四個，我哋見到希西家喺王宮入邊，佢聽到城外傳嚟嘅消息，聽到啲辱罵説話，佢感到悲痛，佢又無能為力。咁但係希西家有一樣值得去效法嘅係，喺呢個時候，佢依然願意嚟到神面前。佢講佢冇面再面對神，咁但係佢派佢嘅一啲大臣去揾以賽亞，去求問神，佢將事交喺神手上邊，佢喺神面前謙卑自卑。呢個係第四講。第五講係我哋上次講到神第一次應允佢，會去拯救佢。之後亞述王再一次派佢嘅使者送咗封信，更加嘅去辱罵希西家，去褻瀆神。呢個時候希西家佢唔再好似頭先咁樣，淨係派人去見以賽亞，佢親自嚟到聖殿當中，去鋪展開嗰方書卷，去同神講：神啊，亞述王講係啱嘅，點解其他國家被亞述所滅？因為佢哋所拜嘅神都係假神，所以佢哋係不堪一擊。但係你唔同，你係無可比擬，你唔係嗰啲假神，所以你係可以請求我哋獻出你嘅榮耀。呢個係上次嘅第五講。我哋今次嚟到講希西家最後一次，所以喺翻開邊我哋見到係喺第6、第7節嘅經文。呢個即係我哋上次講希西家去派一啲嘅大臣去揾以賽亞之後，神藉住以賽亞俾佢嘅回覆。以賽亞嘅回覆非常之簡單，佢同佢講：你聽到亞述嘅僕人褻瀆我説話，你唔使驚，我會驚動你嘅心。佢由邊度嚟，佢就去邊度走，佢會歸回本地，佢喺嗰度死喺刀下。呢個回答非常之簡潔，冇講好多嘅細節，冇講到底神會點樣去做。咁之後就發生咗頭先所講，亞述再一次派信去俾希西家去恐嚇佢，去喺心理上去打擊佢。於是我哋睇下一章，所以見到呢個時候去到第19章，我哋頭先所讀嘅經文，你會係好明顯咁發現神俾希西家嘅回答長咗好多，唔係淨係好似上次咁樣講話，佢會翻去，佢會倒喺刀下。神有好長嘅回應，包括講到亞述呢個王，神係點樣看待佢嘅，包括講到神俾以色列人嘅應許將來會發生咩事，包括講到神嘅熱心會去成就一件事。
頂尖，所以呢一個係俾我哋嘅第一個嘅提醒。當希西家第一次佢覺得佢需要去到神面前求神幫助佢，但係佢出於佢身邊嘅可能係膽怯，可能係羞愧，因為佢將聖嘅金銀刮落嚟，去交俾外邦王，佢唔敢，佢覺得冇面目去親自去揾到神嘅跟前，所以只係派佢嘅大臣，派佢嘅代表去求問以利亞，去將呢件事同以利亞講。當佢咁樣做嘅時候，神有冇回應佢？神有回應佢。咁但係神對佢嘅回應好簡短、好簡潔，俾佢一個確定嘅語句，我去幫助你，你一定係會被擊退，之後就冇啦。但係當希西家得到咗神嘅呢個第一個嘅應許之後，佢知道神嘅愛而係看顧佢同佢嘅百姓，而且當佢再一次去面對咁樣嘅危難、咁樣威脅、咁樣攻擊嚟到佢面前嘅時候，希西家呢一次，佢冇去藉住任何中間人，佢冇去藉住任何嘅大臣，冇藉住任何先知。佢呢次我會見到喺第20節開始嘅時候，或者喺我上一次講嘅時候，佢係親自嚟到聖殿當中去求問神。弟兄姊妹喺度，希西家經歷咗一個提醒，就係當你願意親自嚟到神面前嘅時候，神會按照佢自己所講嘅，佢都會去更多咁去恩待你。咁所以喺21節開始就係好長篇嘅，以一個類似詩歌嘅形式，神去向佢發出預言，亦都係講到對亞述王嘅審判。最喺度神一開始就講到佢係點樣看待亞述嘅。佢話錫安嘅處女，耶路撒冷女子，呢啲都係一啲好喺當時社會入邊唔會係一啲地位好高、佢有權勢、好有能力嘅一啲人物。咁但係神講呢一啲喺以色列當中看似微小嘅、看似弱小嘅，佢要藐視你呢個當時世界上面最強大嘅國家亞述嘅君王，佢要藐視你，佢要恥笑你，佢向搖頭。呢一切根據係啲乜嘢？就係下面講嘅，因為亞述所做嘅係乜嘢？佢褻瀆嘅係邊個？佢辱罵係邊個？佢攻擊嘅係邊個？佢所攻擊嘅係以色列嘅聖者。咁所以自從希西家上次佢親自嚟到神面前去禱告，去鋪展開亞述王辱罵成嘅書卷，呢場衝突已經由亞述王西拿基立同埋希西家之間轉變為亞述王同埋神之間嘅兩個之間衝突。因為亞述王攻擊嘅唔係以色列個國家，亞述王攻擊嘅唔係希西家呢一個以色列人嘅王，佢所攻擊嘅係以色列人背後嗰位掌權嘅神。所以神繼續講到亞述王佢藉住嘅使者去辱罵佢，而且亞述王佢帶好多嘅戰車去到山頂，去到黎巴嫩最深入嘅地方，雖然嗰度有高高嘅山崗，有高大樹木，好似係可以阻住或者去攔咗亞述王軍隊。咁但係當亞述王軍隊去到嗰度嘅時候，佢去斬晒嗰啲樹，佢去將面前所有障礙都去掃除。佢自誇佢可以去到極高之處，進入肥田嘅樹林，去進入到整個以色列最深入嘅地方去征服一切。喺當時嘅環境入邊，尤其喺戰爭入邊，水源係一個好重要嘅依靠。亞述王佢講嗰啲天然嘅河流，嗰啲嚟自造物主所做嘅河流，亞述王要憑佢軍隊腳住去打乾，反而佢哋自己可以用自己嘅人力掘井飲水。所以當亞述王咁樣講嘅時候，神就喺度去回應佢，講到原來亞述之所以喺嗰個時候成為世界嘅強國，之所以周圍佢所征服嘅居民顯得
微小，顯得好似野草青菜屋頂上嘅草，未長成枯乾禾稼。個原因唔係因為亞述有幾咁強大，個原因係講到呢個係神喺祖先所立，祖先所做，古時所立。講到原來亞述嘅興起，亞述嘅強大，呢一個帝國嘅興衰嘅背後，唔係在於呢個君王能力，而係在於神自己去使用、定義、去使用亞述呢一個國家作為工具，令到周邊其他嘅國家，包括北國嘅以色列，已經亡國嘅以色列，成為神審判下邊嘅個工具。所以喺度，神就去藉住呢句説話去同亞述講，亦都希望等亞述和可以知道，原來佢嘅軍事嘅背後，原來喺佢武力嘅背後，並唔係佢自己嘅力量所導致嘅。原來一切嘅主宰、一切嘅來源、一切嘅源頭，整個最高嘅宇宙嘅掌管，乃係神自己。之後神繼續講到關於亞述王講：你坐低，你行出去，你入嚟，你同我發嬲，我都知道。神同佢講亞述佢嘅一舉一動，佢所做嘅每一件事，都喺神嘅掌握之內，喺神嘅知道之內。所以當亞述向神發現到，唔係直接指住神去鬧，而係通過俾希西家書信講嗰啲狂妄説話，講嗰啲褻瀆神嘅説話嘅時候，神喺度講，我都聽到，我都知道。所以喺度，神俾最後一個嘅話語講到就係，我要用一個勾去勾住你嘅鼻，去將個嚼環放喺你嘅嘴入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呢個係一個古時候對待牲畜，無論係馬也好或者牛也好嘅一個佢哋會去順服呢一啲嘅家畜嘅一啲方法。但係同時喺當時嘅文化背景下邊，呢一種方法係會用喺人身上邊，係用喺咩人身上邊？係咩人對係用喺咩人身上邊？係亞述。原來當時亞述係世界上最強大嘅國家，佢佔領咗，佢擊敗咗好多其他周邊嘅國家。咁所以佢對嗰啲嘅戰俘，對嗰啲嘅俘虜，或者甚至佢對嗰啲佢所消滅嘅國家嘅王，佢做啲乜嘢？佢就係會用呢一啲本來應該淨係對待牲畜、對待家畜嘅方法，去用喺呢一啲嘅戰俘上邊，用喺呢啲奴隸上邊，甚至用喺呢啲王國嘅貴族，甚至國王上邊，去用呢啲嘅勾，用呢個環去放喺佢哋身上邊，去羞辱佢哋，去俾佢知道佢哋喺亞述王面前，只不過係一個奴隸，甚至只不過係好似牲畜一樣。咁所以亞述呢個係佢哋好熟悉嘅一種佢哋做事嘅方法，或者佢哋一種沿用咗好多年去對待戰俘、對待別國嘅王嘅方法。咁但呢一度神講呢個方法，呢一個待遇可以用喺你身上面。你點樣去羞辱嗰一啲我藉住你去施行審判嘅王？今日因着你狂妄嘅言語，因着你對我褻瀆嗰一啲嘅羞辱，都要落喺你自己嘅身上面。咁所以喺講完亞述之後，神嘅話語開始轉向以色列，講完關於亞述王嘅有個狂妄，講完關於神對亞述王嘅評價，講完原來其實佢所有嘅能力都係由神而嚟，但係佢而家竟然去講褻瀆神嘅説話。講完之後，神嘅焦點重新放喺以色列人上面。而家以色列處境係佢俾亞述嘅軍隊圍困。佢本來有好多軍隊諗住去準備去對抗亞述，咁但亞述由北邊一直
進攻以色列，一個城一，一個城一，一個城一咁樣打落嚟，完全毫無還擊之力。當時整個世界另一個大國係埃及，但埃及呢個時候其實佢嘅國力都已經不及以前。咁所以當時以色列或者希西家，佢可以話佢毫無任何依靠。咁但係呢個時候，神俾一個依靠佢，神都俾一個證據佢。呢個證據講到佢哋今年，即係佢哋而家承受亞述攻擊嘅第一年，佢哋因為田野通常耶路撒冷有城牆，有城市嘅部分，跟住城郊係有一啲嘅田地，大部分嘅農業都喺城郊嗰度。咁但大家可以想像，當亞述大軍嚟到嘅時候，佢哋會做啲乜嘢？佢第一時間肯定係佔領咗嗰啲農田，佢甚至去毀壞嗰啲嘅農田，去斷絕以色列人佢哋糧食嘅供應。咁所以當時神就講：今年第一年亞述嚟攻擊你哋，你哋嗰啲田都已經被亞述王嘅軍隊所破壞。所以有冇出產？冇出產。咁但係有自生嘅，咩自生嘅？野生嘅，天生天養嘅。今年嗰啲天生天養嘅、野生嘅，足夠俾你做食物。春年點樣？春年啲田仲未恢復過嚟，仲唔會有收成。春年點樣？春年可以繼續食嗰啲自生嘅、自長嘅。但係到咗後年，你哋嘅田地會恢復，你哋可以耕種，你可以有果樹，你可以有莊稼，你可以食其中嘅果子。之後下一句就係我哋今日所講到嘅，神應許猶太家所逃脫餘剩嘅，佢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會有餘剩嘅民，會有逃脫嘅人喺耶路撒冷喺錫安出嚟，神嘅熱心會成就呢件事。弟兄姊妹喺度，我哋要問邊啲人係猶太家所逃脫餘剩嘅人？就係嗰啲喺今次嘅戰爭入邊死剩嗰啲，就係今次戰爭入邊冇被殺害嗰啲剩低嘅以色列人。神應許佢哋，你哋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咁之後我哋再睇下一節。咁亞述王，至於亞述王會點樣？神喺最後再一次講翻亞述王，好似我哋之前講係一個交錯評價結構，前後係講亞述王，中間係講以色列人，最後神講亞述王點樣？亞述王嚟唔到以色列嘅耶路撒冷，佢嚟唔到，佢冇辦法嚟到呢度去紮營，佢冇辦法嚟到呢度去攻城，佢冇辦法嚟到呢度去攞盾牌。佢由邊度嚟？佢由邊條路翻去？神繼續講，佢點解咁樣做？唔係為咗希西家，神話係因我，第一個係因我為自己。咩叫做因我為自己嘅緣故？上次希西家最後禱告講到啲咩？講到亞述王自大，覺得整個嘅周圍咁多國家嘅神都救唔到佢哋，你以色列，你希西家，你憑乜嘢覺得你嘅神會救到佢哋？亞述王邏輯係列國嘅神同你希西家嘅神係一樣，所以列國嘅神都幫唔到佢哋，你希西家嘅神都幫唔到你。咁但係希西家喺佢嘅禱告入邊，佢講出一點，係啊，列國之所以滅亡，係因為列國嘅神都係石頭做嘅，都係木頭做嘅，都係金做嘅，都係銀做嘅，所以你幫唔到佢哋咯。但係耶和華你唔係，你係獨一嘅神，所以你要去顯出你嘅榮耀。你唔好俾列國覺得，你唔好俾亞述王覺得，你只係列邦嘅神入邊嘅其中一個。你唔好去等你嘅榮耀去被列邦嘅神
所污穢。咁所以耶和華喺呢一度講緊第一個緣故就係佢要為自己，佢為自己嘅名，為自己嘅榮耀，去俾亞述王知道我唔同，我唔同嗰一啲列邦嘅神一樣。頂住我上個星期我去出差，識到啲澳門嘅新朋友。其中一個人佢話佢聽過我，佢知道我啦，佢知道我係邊個，雖然之前未見過。係啊，跟住講咗啲客套説話，讚美客套説話。一開始聽有啲高興，係，但係之後佢又講咗一句，佢講到另一個人，佢又覺得我同佢差唔多，係啦，我同佢係即係並列嘅，係啦，基本上有少少唔高興，心入邊好變咗。弟兄姊妹，神要為佢自己嘅榮耀，去俾亞述王知道，我唔同嘅。我唔係同嗰啲木頭做嘅、石頭做嘅、金做嘅、銀做嘅神一樣嘅。你唔好覺得我同佢哋一樣，我係造物主，佢哋人手所做。呢個係第一個緣故。第二個緣故，神安慰咗大衛。第二節，大衛過身好多年，大衛唔喺度好多年。但神依然去紀念佢同大衛一樣，佢依然紀念大衛如何去專心跟隨佢。大衛有冇軟弱？大衛有軟弱。大衛有冇犯錯？大衛有犯錯。大衛有冇行奸淫嘅事啊？佢有。佢有冇殺人啊？佢有。咁但係大衛點解神去睇重佢？因為大衛佢從來佢都係一心一意。佢從來都係專心面向神，佢從來係當佢知道自己嘅事係不討神喜悅，佢俾先知去責備，個先知話有一個嘅婦人，去自己屋企有好多個牛羊，但係佢為咗款待別人，搶咗人哋嗰個窮人屋企唯一嗰隻羊羔，佢煮咗嚟俾屋俾客人食嘅時候，大衛聽到義憤填膺，哇！呢個人該死，於是先知講咩啊？嗰個人咪係你咯。大衛認罪，大悔改。咁所以直到希西家嘅時候，神依然去紀念大衛。佢話：我要去拯救耶路撒冷。第一個原因係為我自己，我同別神不一樣。第二個原因係咩啊？大衛，我為大衛。所以我哋睇下一章，所以見到喺嗰晚，神嘅使者出去喺亞述營嘅軍隊入邊殺咗185000人。頂住喺度，亞述嘅軍隊有冇全軍覆沒？冇，因為點啊？第二朝清早有人起來，一看都是死屍，即係唔係神將亞述嘅軍隊全部殺死？有冇剩低啊？有剩低，其中一個剩低嘅係西拿基立，其中一個剩低係西拿基立。咁所以西拿基立可能都包括佢其他啲軍隊士兵部分嘅人，佢冇喺嗰一晚被殺。咁所以第二朝起身，我見到周圍都係死屍。呢件事喺歷史上面有記載。當然希臘嘅歷史學家佢哋唔會寫係一個神蹟或者耶和華嘅使者出去私人審判，佢哋認為係一個鼠疫，因為呢次鼠疫導致亞述嘅大軍突然之間有好多人短時間係啦就全部失去性命，於是亞述就只能夠離開以色列，冇又進攻耶路撒冷。咁但點都好，我繼續睇落去喺第19章呢度講，
西拿基立於是就點樣去翻佢，去拔營翻佢住喺尼尼微。頂住你仲記唔記得我頭先問猶太家逃脫剩餘嘅係啲咩人？係世界，佢係剩低嘅，佢冇喺個戰爭入面被殺，係以色列其他百姓佢剩低嗰個戰爭入面冇被殺。佢哋係點啊？神應佢哋，你哋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亞述有冇逃脫剩餘嘅人？亞述有逃脫剩餘嘅人，係邊個？其中一個名字我知道，佢叫西拿基立。神話以色列，你逃脫剩餘嘅，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而喺今日嘅一個故事嘅最後，我見到亞述逃脫剩餘嘅人叫西拿基立，佢翻去之後發生咩事？最後一節第37節講到翻去之後，有一日喺佢嘅城入面去拜偶像，於是佢兩個仔殺咗佢，之後逃走，之後佢另一個仔登基做王。亞述逃脫剩餘嘅最後結果係啲乜嘢？係死，依然係滅亡。但係以色列家逃脫剩餘嘅係往下扎根，向上結果。大家有冇留意到西拿基立係喺邊一度被殺，或者做緊咩時候被殺？佢喺佢所拜嘅偶像嘅廟入面，去拜神嘅時候，俾佢個仔兩個仔殺咗。我上次講到，外邦嘅偶像係金做嘅、銀做嘅、木做嘅、石做嘅。希西家嘅禱告指向詩篇，但係佢嘅詩篇，我上次講到嗰啲偶像係點㗎？金做嘅、石做嘅、銀做嘅、木做嘅。佢哋有口，佢俾人熱；有手，佢俾人動；有腳，佢俾人走。上次有幾個小朋友坐喺下邊，我問佢哋有啲乜嘢人係有口講唔到嘢，有手喐唔到，有腳又行唔到路，係啲咩人？係死人。但係佢詩篇講，你去依靠嗰啲有口不能説話、有耳不能聽、有眼不能看嘅神嘅時候，你哋啲依靠佢嘅人要同佢一樣。乜嘢叫做要同佢一樣？就係死。你所拜嘅神係死嘅，咁所以你最後結果都係死。咁所以喺19章37節最後就講到亞述王就喺佢所拜嘅嗰一個會有生命嘅死嘅城入邊、死嘅神嘅廟入邊去被殺。我再睇下一章。我所以回到翻去今日主題，往下扎根，向上結果。我今日淨係講往下扎根。咩叫往下扎根？或者喺呢句説話入邊，喺呢一個神用嘅比喻入邊，帶到俾我哋乜嘢嘅提醒？大家喺幅圖畫入邊見到啲咩？你會見到好茂密嘅樹葉，你會見到好多個果子。咁但係你見唔見個根喺邊？你見唔到根。所以基督徒嘅生命都一樣。乜嘢係你嘅樹葉？乜嘢你嘅果子？可能係你喺教會嘅事奉，可能你喺平時生活上面所表現出嚟嘅嘢，可能係你知道好多關於聖經嘅知識或者真理，可能係你好熱心去幫助弟兄姊妹。呢個係乜嘢？都係你嘅樹葉，都係你嘅果子，都係別人可以見到嘅。但係乜嘢係你嘅根？你嘅根係人哋見唔到嘅。你嘅根係你內心最深處嗰種同神嘅關係。你嘅根亦都可能
係喺別人見唔到嘅時候，你喺內室當中嘅嗰種同神之間嘅默想、禱告。第一節目喺神嘅説話入邊，佢唔單止提醒，唔單止應許以色列人要去往上，要去向上結果，佢都要同佢講：你哋首先要做啲乜嘢？你哋要往下扎根。我嘅根係咪穩固？可能冇人知道，只有你自己同神知道。你自己同神嘅關係，你自己嘅內在，只有你同神之間最清楚。就好似棵樹，我淨係會見到佢有好多果實、好多樹葉，但係見唔到佢嘅根到底點樣，或者佢嘅根結唔結實。今年成日打風，喺打風期間，有一則新聞或者有張相，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就係講一棵喺屋村入邊一棵大樹，佢喺打風嘅時候，佢成棵樹冧咗。冧咗嘅時候，啲人就去睇，啲人就會發現點解棵樹會冧？會講到呢度有一個學地理或者學環或者學生物嘅人講到。一個健康嘅樹佢應該點樣？一個健康嘅樹佢應該係成一個弓字形，即係佢喺上邊你見到佢個樹冠有幾大，佢延伸到幾遠。一棵健康嘅樹應該點樣？佢下面嘅根就應該延伸到幾遠幾大。所以呢棵樹嘅問題係啲乜嘢？呢棵樹嘅問題喺上面嘅樹多唔多？好多樹葉。好多樹枝，好茂盛，好繁茂。咁但係見到佢嘅樹根點樣？佢樹根好細，佢周圍都係好多嘅石屎，好多其他建築空間去阻礙住佢，所以樹根好細好細。但係佢上面嘅樹冠點啊？好大。呢棵樹靚唔靚？呢棵樹靚。平時嘅街坊我會喺嗰度去乘涼、唞涼，或者講呢棵樹生得好好，好結實，生得好高。咁但係呢棵樹當佢嘅根冇去按照佢原先應該有嘅模樣去生長嘅時候，當風雨嚟到，當挑戰嚟到，當困難嚟到，呢棵樹會點樣？佢會冧。第住我哋嘅根又係點樣？你會唔會你喺樹冠好大？你教會做好多，有好多嘅侍奉，有好多投入，有好多參與。你嘅根有幾大？你係咪好似個樹冠一樣咁廣？你同神係咪有一個好好嘅關係？定抑或你個樹冠好大，咁但係你入邊好脆弱？你入邊好淺，入邊唔夠力咧。樹根仲有啲嘅作用，呢個係應該小學時候都學過知識，應該我仔都知道。所以樹根嘅其中一個作用，除咗可以去搲實啲泥，去令成棵樹可以堅固、可以穩固、可以抵受外面嘅風雨、抵受外面嘅任何嘅環境之外，樹嘅根部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就係佢去吸收營養。頂住你嘅樹根，你嘅根，你係咪喺度吸收緊營養？你每日吸收嘅係啲乜嘢？你每日所思嘅、所想嘅、所去餵飽你自己生命嘅、所去俾你嗰條根再吸收係啲乜嘢？係呢個世界嘅規則，呢個世界嘅利益，係呢個世界嘅生存之道，抑或係你嘅樹根佢吸收嘅係神嘅話語作為養分。另外，樹根佢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就係哪怕一棵樹佢上面嘅
樹枝也好，樹葉也好，最近屋企就係咁樣，我兩個仔最近前排養咗開始盆栽，係啦，就放喺屋企騎樓入邊。之前夏天成日落雨，佢哋冇乜點理，跟住最近少咗落雨，咁但佢哋又唔記得再理，咁於是嗰棵植物喺出邊好耐冇淋水，於是有一日，我其中個仔發現嗰棵樹嘅樹開始乾，開始黃，於是佢就帶埋另一個一齊，每日定時去淋水。咁當你 keep 住咁樣做嘅時候，去到今朝，嗰棵樹嘅樹葉又回復翻正常。第一次可能喺你嘅生活當中，喺你基督徒生命當中，可能都會有軟弱嘅時候，可能都會有好多危難、好多挑戰、好多嘅風雨、好多嘅攻擊嘅時候，可能呢個樹枝會斷，可能呢個樹會黃。咁但係最重要嘅係啲乜嘢？最重要嘅係你要去保住你個根，唔單止你要去保住你個根，你要去令嗰個樹根可以吸收到水分，你要俾水佢，你要俾營養佢，你要等你自己喺神嘅話語入邊去成長。所以最後我係去睇耶利米書嘅一番説話。耶利米書喺度講，依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嘅，那人有福。佢好似一棵樹種喺水旁，喺河邊扎根，以免嚟嘅時候唔害怕，葉子青翠，即使乾旱之年，毫無掛慮，結果不致。弟兄姊妹，我盼望我哋可以好似耶利米講呢幅圖畫咁，我哋做一棵喺溪水旁邊、喺河邊嘅一棵樹。我哋等我哋嘅根係深深咁樣去喺神話語上邊，去被滋養，去被養育，以致我哋即使有好多困難、有好多挑戰，甚至有啲跌倒，我哋依然可以喺乾旱之年毫無掛慮，結果不致。我哋低頭共禱告。主啊，天父，我哋感謝你，我哋讚美你。主，我係感謝你去俾我哋有美好嘅提醒，感謝你去教我哋，真係知道我哋理當往下扎根，向上結果，就係幫助我哋喺我哋生活當中做一個依靠你嘅人，幫助我哋做一個能夠去渴慕你話語嘅人，以致我哋嘅生命能夠由你嗰度去得到餵養。求你去幫助我哋能夠結出佳美嘅果子，成為你美好嘅見證。我係感謝你，我咁樣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阿門。